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在，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片一切处。坛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会叫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在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着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1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无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僧作令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不入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
认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认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字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习指，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巧妙回老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田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不及直。正火之问于天是律系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诫，1诫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团。9六应元佛子先天同具，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雄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湖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
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皇及坤乾老母娘的心生。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就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天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到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无惧寒无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空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香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香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
亦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载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辟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尽，智智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置星斗浊气，降名为地苦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苦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挺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LCC/LCC-2 /. 意图向